白娘娘许仙洞房花烛，给面小青青大起忙的，至少要推银子，要送把相姑娘的围住去开店。那么银子也推得上，那搿来就叫小青青。伊便当等待里到小夫妻洞房花烛困觉，伊上足一顿，云光升起。小青青推银子有本事，小人家发起，守门大人家，啥空门啥狮子，大房子，水打两旁在半空之中望，哎，东南角方向一家大人家，门面头油渍比较深，云光什么后头加到什么第三人下落云光，拿门关上，不用上小青青与阴眼法，或者从外头引到里向，一个一个拉神，哎，什么第二个引身法引进去，眼特啥体嘛，谢吧。一房子才是银子，从地浪上到两浪。哎呦，搿家人家银子单真的多。那一房子才是，我哎呀，侬计划不要黑心。这个地方我捉准方向晓得东南角，下趟相公要怕用上，我还来拿个。所以今朝先拿个20只牛八送把相公围住去开店。倘若要本地进货色不够，那么呢，我宁夏地方再来进货色、批货色。所以小青青银子拿好，云光升起，围住红绿一个进窗铺，打外房4只箱子，第一只箱子打开，2只牛八2层砌好，那么箱子关上锁，哐咵一锁。做女的娘娘，你笃定放心。你门在站廊下起来，外房一看箱子锁好，你定心开箱子，银子送半多小姑娘。现在天蒙蒙亮，小青青一夜天分困的，昨日他们夜里向布置新房喜堂，龙江他们还要关在旁边去拿豆油鸭饭，弄子做干饭。所以你还算忙里的补习，所以现在娘的眼睛稍微眯一眯，闭退休，不叫辰光天亮。介绍今朝天一亮，许仙心里想靠我地上困了，该打红绿一个高猪的，打困了就要叫夫的，到底2桩事体。为啥体困了该打高猪的？这个上热咚咚饿扑扑，5眼落是个皮头该18条，侪是搿种真丝寿司杯。不像你只要家父烂米花摊送没送的，男人嘛不男人的，高猪到底大人家，搿种么子插瓜子心，该让暗擦擦，适宜的。不晓得白娘娘哈拉动眼睛。看见小姑娘起来，你高起高眼过来到房门口，拿房门嘎开，那看啥？外房箱子第一只按上锁，这看见第一只箱子锁已经上好，小脚的有道理。一夜天功夫呀，银子已经弄上，那么娘娘定心，门得来搭上。搭自家小姑娘许仙两家头谈谈海文要照，不晓得你多老谈谈，说蛮靠我。小青青醒出来，你拉接点啥？哎呀，夫妻两家头醒着，那么新姑娘起来，你该到总政府，新姑要今朝洞房花烛醒出来，要补身体，头大点心去摸参汤。你给他拿得来参汤，给他说出发的一只祠堂，老不管汤拿不出来，搿来参汤拿不出来，那么奇怪了。搿新姑要翻想，你都爬上这样多，房子这样多，总政府
那沈汤早上起来不喝，哦哟要抽班，哎呀呀，那单龙家小脚的作业，干嘛呢？快点去讲！那想小青青真正不得了，连得沈汤也讲，那么一时就让沈汤也讲得上，啊，至于小青青讲得上，上桌一顿，云光跃入一声，望正西北角方向，水打两旁，半空之中拉行。哎呦，西北角方向一家大人家，后花园，大得不得了，房子一进一进，哎，家大人家有苗头，是用光望正内上拉高，家大后花园当中有棵大个华树，半空之中小青青。望正云光华树浪向，啪！定身法一动，这儿心天打苗头，飞到苗头来了，天蒙蒙亮，该家大人家不得了。这个山崖准备进京赶考，德中功名和勇中也争。所以新法讲了暂时的读书。那么搿些辰光，大人家山崖呢，侪于边浪向童儿陪读书，服侍山崖，读茶书啊，吃点心啊。那么搿个山崖人倒是蛮聪明，读书蛮努力认真，所以是一点不大灵，这拔头不大通。早浪向起来的蛮早，嚯哟，书啊，读到现在，过把时人，觉着大皮哦。要吃参汤，先出来阿福，发了身边边肯定辣厨房里啦剁参汤，搿么喊看，阿福啊，阿福，你阿福喊阿福个，不得不灵。搿同学阿福前吃了厨房里听见，小呀，那个参汤啊哈，是小呀。参汤外风还能稍微等下啊，风炉马上扬起来，快点呀！这个童儿阿福被山药结合泥色下来呀，山药的脾气呀，蛮嗲，那弄得爱子的爸妈也吃啥物，所以你接得半起，眼睛当火麻了。阿拉厨房给风炉收起来，身雕里向参汤不啦推起来。等到最滚，去拿子只盘，盘里向放哈只碗参碟儿，沙还有豆腐参汤。搿些辰光吃参汤，蛮讲究，有茶碗、茶盖、茶托。同儿阿福参汤，茶碗里向放一放，上头盖里盖黑，托子只盘，从厨房里向往正盘笼里拉追过来。那么追过来呢，嘴巴里非要烦的呀。你还手麻来，小呀，参汤来个噻，来着，别急。盘笼里向望正书房，搿只书房啊，带书房背也经过条盘笼，小青青辣上头一眼发印脱，你都看不见。哟，参汤来着，啊，看见，同我阿福背也经过搿条盘笼，望正书房里向送参汤。那么我云光交代盘笼里，搿根粗的电视边上一眼发印脱，灯呢，拖个参汤带我身半边，移动睁眼之余打来，哗啦一卷头，对，小青青半空之中，一眼发起脱云光，大概打的电视边上，移动四句一眼发，你到随便那看不见，你拉灯。这个同儿阿福一大路过来，谁呀来着？参汤来着！不晓得刚巧最大电视边上小青青移动两句睁眼之余，登起狂风。搿阵风现在起200个，起码要10级。啥呀？一卷头，离盘，我参汤300。哎呀是！阿福龙不动来，搿阵风起来过半日没有人来风，搿阵风过来，
那水里向爬了我身汤全不的，出来要急个了，眼睛张得大糊涂，人。书房里向个山羊，一看那回不来，阿虎啊，山羊，阿虎昨日后才出来，升汤，升，哪么样子？来人，山羊，等下，怒发出去一顿三话。这个动物阿虎觉得不响，当回到书房里，今朝难得擦来哦，说这里向这身体里向回的家的。有句脑袋开始想到身体里向，脑子身体晃，摇走，重新脑子步，脑子步，大喝一杯参汤。这杯不叫参汤，叫参加香的白开水，淡水气，重新茶盖盖一盖喝。我觉得老后靠一靠，从办笼里向过来到书房里，想要。对不是，爱子弟在，来，这出来送我参汤半生日，不是啥呀？今朝起得早，肚皮睡着个后，刚才上堂白看，对过些辰光，那参汤来着，那快点吃子补身体，点精神。来，这出来下汤3碗，快点，晓得下汤快。啥呀？参汤再过来。就说今朝不对，本来不对不灵，今朝你到直播不灵了，打做稿子，给我参汤拿过来，阿虎啊，阿虎一好也是夸是出版的，啥呀？今朝个参汤灵，也是夸今朝不是参汤。家头想的白开水的，还是老冲我眉头等哦。啥呀？你讲今朝个参汤灵，买着。平常你这个参汤吃了嘴巴里口唧唧。今朝个参汤吃了嘴巴里地晶晶，而且又外面。吃呀！你讲平常个参汤吃了嘴巴里口，今朝个参汤吃了嘴巴里地晶晶又外面，买着。那么呢，我一直不敢搭你讲，今朝既然你自家变出味道，我搭你退保送款。啥子啊？平常你叫你晓得那个脾气，送得孩子的要把侬吃啥物，我嘛今年怕生活吃得了，不知急呼呼。屁股浪向到现在为了老酸痛，那么我还出来，至少咱怕你孩子不来塞，身体分滚，我随单子把你吃，那么吃上去口唧唧，那么今朝呢身体追得退，辰光追得长，那么你这个参汤吃上去嘴巴里地晶晶有外面，这两桩事体，买哈，从明朝开始。乃谁当我都改种参汤把我吃，晓得？阿佛想明朝开始喊你叫我遇得过，啥体么对铺参汤，我先厨房给吃脱，把开始想的家的送把山药去，出来为地晶晶有外面了，其实给我对铺参汤。小青青怕一阵风已经到水里，用光围住红绿一锅来把许仙吃。那么许仙也吃过参汤，并良心讲他分吃过。为啥？小辰光爷娘活了让开百无堂，各式各样生多了，但是小辰光不好吃。是啊，那有些人年纪轻了，身配蛮好了，抵抗力蛮强。你吃子喊个生大不灵，啥体也吃必须。后首来爷娘洗脱百无堂，杀脱，你也不懂得吃生。但是许仙懂，也在地里向呼气，啥个身份结构？吃参汤有规矩，中医浪向有2个字，叫服参。啥叫服参？倘若今朝屋里向一只好的参，
把人家朋友送，一直不舍得吃。最近身体有点虚，搿么呢，参汤多喝。搿种喝参吃子饭外头去奔，一定要床浪向困，闭目养神。搿碗参汤吃脱，床浪向缓脱2分钟，那么了再起来运动运动。搿碗参汤吃了那补，中医叫复参。那么有种朋友说起来，我参吃不起，吃啥么子嘛？还补有个嘛？啥么子豆腐浆？嘿嘿，以这个豆腐浆灵，啥天拿去买碗豆腐浆，8点8档，一碗豆腐浆，每用喝下去，等间衣裳闭目养神，眯脱2分钟，搿个不叫复参，叫复浆，复豆腐浆。咖喱不美，吃子弹还蛮灵，还蛮补身体。所以许仙现在辰光参汤喝过，那么呢复过参一些辰光，刚巧起来小青青馒头糕，青布门一揉，店里向推得来，吃过馒头糕，许仙突然想，哎呀，我们那狐狸后头。我大概得来啥？来泰山个，我16岁大概到青布门啊，到现在1日1夜份转去，我里向阿将从来分当我离开1夜天。你阿将又不晓得我们那红绿一国摊上搞支部，而且非我们开火厂单推，年纪大阿将也急，啊，许些个人还是有情的。再还没回转去，但你阿叫家父讲清爽，你都别急。我现在辰光红绿一个是辣高支部打中政府中正千金相交，但是开不出口。我现在打高支部讲，我现在回转去隋唐门，但你阿叫家父排队，高支面孔一般，那3个人没良心。我当然包堂成亲1夜天夫妻，你马上要追。还是你到屋里向，阿叫家父送的，我高三送的。哎呀，难得龙家，不转去吧，阿叫急；转去吧，该到高主心里向喝。实讲，闲话讲得暗串点，但你高主商量商量，吓得你高三人比较贤惠，通情达理。啊，娘子，官神像被人说的打不得此间讨生。遇见小青，我们夫妻相会。但是说小一为贵，我家姐姐让定然在家中陪伴。娘子，我若是回到家中禀明姐姐，谁回到红绿一角，我们夫妻都有。这是应当的。啊啥？我晓得你家主体谅，阿叫年纪都不转去，你要叫话脱的。所以要紧立起身来，娘子，被人去谁来？要官神凄美，向你3入片刻。啥子呀？关将我受脱些，放我转去，所以重新回过来，身体受定。娘子，恰是为何？娘娘对你忙3个人啊，今朝你回转去，我不能够让你空手转去。啥天么来在棺材还3清清子，而且刚刚呢，我起来推推盘盘，门打开，对外房看几看，这个箱子全部在上海这个手，非是得个。3清呢，肯定同地人子已经交查放了这个箱子里箱子，那么呢，正在我也不拿同地人子让你带走去。要官人，相为妻们呐，去谁来的？哦。出来，但外房已经箱子手去脱，盖头啪打开，几个水马上里向一摸，哟，同地人子带不下来，哎呀，3清本事带大不来了吧？
纯粹拿出来2只女板，手心里向一掏。那么娘娘，女板辣辣你手里向呀，你看看清爽呢。但是粗心大意者，看才分看。这里的2只女板带蛮大个，如果不来3个人带走去呢，拖到这个手里向拖走去啊，不方便个喂。再还么呢，有样么事摆一摆，但是给他的红绿一个，一样唔傻傻，搿个是不来。也就你动睁眼嘴里，顺手变出来块砖头，喷向扑鼻，也就拿2只女板摆摆哈，人重新到内房们袋子浪向一把。啊，官人，这不良分银嘛，你快拿去。不懂，家主官在我坐了让自家到外房忙子半日，奔进来，用砖头摆下2只硬邦邦的牛板边，我看得出，一张50两银，100两银子。小天，还是家主那张把我回转去到祠堂门路浪向肚皮我买顿点心，这2只牛板呢泡得忒大。娘子，这2个牛板也来何用？官人呐，不良花人的水下，送君风一白红。听清爽，家主一本正经2只牛板帮我上去。回转去大家家父商量重整父业，开张办武堂。对家主忙忙那个人不领市民，那心是黑。等了把人家店里向做伙计不领自家开店做老板。不过你还晓得2只牛板压在地，那边弄出啊，不是大饼店，弄2把米粉，弄得资源轰轰。也在地脂粉领养过所向人生，把我们东中下策，这个才是老高的，这个也资本也本地的，这2只牛板，大财不给到，还是自家等了老伯伯店里向做先生拿得稳的。娘子啊，官人，2个牛板不给的，被人身居在伯父大人殿中搬后的法。对你妈妈3个人啊，你多听孩子呀，你唔不问我遇了海呀，我唔不问呐，家底我很近，你遇了海呀，还得个家底我承受飞下来个同地人子，不闪闪的了，你也不怕用上个，我唔不问，我这个门是男孩子，哎，官人呐，娘子。忙忙，我上场不想开店做老板，而且做老板打和其他店2样，打出去自家身体的起点的，而是趾高气昂。但是2只牛板开野菜店不够的呀，我一发大难讲，难东弄点出来嘛，啊难为人。娘子啊，虚虚银两不够的哇。呀，官人啊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啊。啥是资本须所见，谁是谁家欧家一破，想为妻的呀，大真不得了。家主讲我讲那番讲，也在的呀，呵呵，3讲5讲，我笃定打难开。搿么家主看上去大人家私房弄里多了咯，3讲5讲，现在讲起来不是野菜店，还开连锁店的。哦，娘子，当真？是。何日与别人
打不得钱大门，推开我家姐姐既然啊，孤人呐，娘子，虽无说不如说是海，明天跟女子门前，飞机登山与姑娘，可还？今朝不转，让我先转去，大叫叫夫当个战火，明朝那高小跟我一道望你阿叫叫夫。阿美丽属于两只牛把水里向挪好，心里向无心。娘子啊，被人去了。孤身凄美，现在一片清水，弄不动。还是关张我开支药材店，再开水头店呀。娘子，这片清水也来何用？啊，孤人呐，啊，一片清水你虽下，为百姐姐恩公呀，清水一片是放水山，你水下吧。许谁激动？范范分享着高知我乃是个通情达理，是个言为。晓得我爷娘死得早，侪是阿家弄我苦苦抚养长大。所以虽然今朝不跟我走起，但是上面桩事体你做得好。搿片清水专门将我带出去送把你阿家，谢谢阿家对我从小的养育之恩。内向哪不开心？一只水里向牛蒡，一只水里向清水。娘子啊，都是好娘子，我区区谁来？此刻许仙，细心对，他是满面的春阳风，水下泪。他是几次三番，为对把娘子开，见他是深刻来给话不许历历个应声，再问谁？娘子，你不用相说。娘娘是失之姐姐，谁不来给家弟弟的声音，加一声孤人来。娘子，开仔细，妹妹儿的嘴，是为妻，不送为非送，对。小夫妻俩高头依依不舍，恩恩爱爱。娘娘送大概到房门口说小姑娘，我不要送来。早上起来头要分半分死了，带出去难为人。小亲亲代送那小姑娘，许仙跟着小青端草曲折，从南房背笼里向出来，到西房，许仙突然想。想着说一把伞，我到青浦门来说，他伞个老伯伯64根骨子定做的，我再不还拨老伯伯，你也讲我唔不清淡。哎，本来的开口有点饿，现在两样，至少现在该到东江、古窑、小猪头，
柜子里拿把伞拿出来，我要打字牌的，是一本正经么啥的写清啊，青儿啊，相公，那把语句你啊，我要写清这个许仙妈妈那个人是对写几个，宋大子带给他的来，他那个写家八大人情，一个里才分吃。上年今在回州去，这把伞你为啥的太走去了？哪把你舍得吃的呢？啊，相公啊，我看这把伞儿么是不也了哇？看清淡淡，你懂点啥？64根骨子定做3代做人外头麻烦那个，哎，一定要的。说半夜太走去个？哎呀，不是我发本呢，你自家看你手里向的啊，一只水么牛板，一只水么一片清水，那个伞呢拿弄法呢还是了？哦，那半夜，半夜没还，我们来去弄不呢？再请眼睛过来嘛，打个把伞拿过来嘛。啊，相公，啊，那伞儿在此，拿去。带你妈妈看你拿弄，哎，但真的，水里向也是牛板，该在水里向清水，但是这把伞今朝再辛苦，我还要打字吧。说起来，3日天晚风晚把老伯伯、王永林老伯伯也责怪我不清的。我记性一直蛮好，那忘记性是俺大，不来塞，辛苦的。所以就拿该在雨水里向清水嘎啦子滴落，一嘎。一把伞小清清水里接过来，一压，带你妈妈哎，再样喊我。哦哟，从希望对策抉择，往外头，一直追到大门跟随。许仙突然想，我其他不觉，我顶顶担心一桩事体，啥事体？你家住个房子会得变的，你想？昨日大该带来青浦门啊，寻来寻去寻不着红绿一角，想出门的碰上2个猪皮外，骗脱我的手里一把伞，刚才想回转去，杀上来的啊相公，那谁是你？这雷子咔一着，红绿一角，一只乌咚咚的大房子三个地皮地路刚才炸出来。那么现在我回转去。等西的祠堂们叫家父到回转来，再寻红绿一角，大家住夫妻都有。但寻来寻去红绿一角也寻不着。我讲门心也歪门哎，我们拿门心开不出去，把大家路上老伯伯没，昨天小小那门个心子哇，啥地方？你刚住屋里向住了啥地方？来把这个出来，真开心，晒晒的。干啥名堂？哎呀呀！许先生，太可以搭些觉得钢琴上吧，但还可以弄。是个，我记性蛮好，我四面来人人看看，我2张眼睛擦眼观色，那人海几人，等些的祠堂们围住青浦门，永远不会忘记，不会弄家，所以搭着架子。水里向没是挪好，四面朗朗人挤人。啊，相公啊，你在看些什么啦？也是块门我们来看点啥？咱怕不认得，寻不着。啊，青儿，我在看这里的风景，深海。对你妈妈许是你那骗我喂，你那看风景啊？给他的没啥看的呢？也是这个话，肯定来了人上火。咁那雨欣今在等你刚刚清爽。啊，相公，啊，你去听了。相公今日守回家，欲恐归家路最差。西边北界临顶山，后边位于碧潭花。东边走三人面，西边隐隐竹篱笆。回家准备花花节，相亲相见走回家。相亲是在门前来，免得你东张西望一阵花。哈哈，这小猪的哎呀，有道理呀，难特呀！我本来想年轻人，你三个全部当我讲，前头啥么子，两旁边啥么子，后头啥么子，我们脑子里想有只印象，哪会得弄错他？这个小猪的有道理。不理我啊，他不到家住，拿不到个把伞。也想小桥里摸，身边摸不出。
要么酒队里向拿只牛板50两，搿是不说的。啊，青儿，待等相公回家，送送玉山。哎呦，多谢相公。那么呢，许仙一大路忙正外头，出大门刚巧打出来，就说里向的小青青，又就拿两扇门，砰，关得像门栓，咕咚收得上。啥体这个？说起来对相公不利嘛，嘿嘿。你翻看小青青，虽然500举送你的，你是旁观之亲。你相公样样好，事事好，你一样不好。那个疑心病实在太重，你娘娘这么难告知，但这那坟地毛病谁也出了那相公的疑心病身嘛，所以你翻看小脚里带有点的。我上天也攀上，因为你有了疑心，你放心。我带娘娘登了红楼一个灯，门攀上，手上用苍蝇才飞不进一只。啊，这是以娘娘自家亲赏，你笃定回转来，等来相公。小青青到里向去禀赋娘娘，许仙今朝是不得了，水里向牛宝谁？旮旯子底路为有亲人，所以一个人啊，你想不上，我觉得干起来，运到来起来，这个运推也推不开。前头爷娘死得在百步堂杀脱1年12两小银子，分享上西湖边浪向清明佳节，旁头这样个标志面孔，我来挪步三组做好事，那做好事。有好的，突然我当下认亲，后期要让我开店做老板，你想这个之间的距离就活干了吧？心里想一卡步追到高路浪向，杀伤力的位，哎，嘿嘿嗨嗨嗨！我人家当这个相公有毛病，那追了我得写出来。一个人太卡我，不晓得。逻辑生背，你现在靠，嘿嘿，你围住起2只牛巴，是要路障被捉，无为继续。